挨着都是流浪者，因为流浪，故所坚强；因为冇土地，故所到来位就是故乡。生命就像春蚕，要经过磨难，才能够绽放光芒。每摆嘅機會都要堅持，每一個機會都係希望。就算流血，也要忍耐，安慰他日總水長，甘苦來時愛強壯。茫茫天涯，風塵打滾心茫痛，銀青蟲，藕斷絲連繁華路，恩怨了，眼前凶相，眼成相屬。也是夢過，也是傷過。天地間，共相夢。講啊！我5年房，天初會做盤嘅所有人看，係天初 P 嘅爽。不要讲死胡椒粉！那个5年风哦，真是唔睬死呢！那个农菜还赶快太小气，那以后就去请记，我攀比死哦，那要对比死啊！对啊，成个哦，让我谈清楚了，行出衙門就唔記得那件事情了。你找司徒做你那个先人追忆，就算死，没让免的都是多。吴立峰。講價唔知做誒，阿漢，哦，聽我女，講價發生乜嘅事情啊？娘誒，冇乜事情就敲唔通誒啊！公務員真好誒，我話到你真係駙馬爺，弄錯就弄錯呀！小女。對吧？人多嘞。吴立峰，幾同志誒，顏色得幾毛啊？假一人吳立峰因懦夫身亡，吳千雲安離後事，今年滿月復生陰房。難認的是，佢係嚟到頭家請乜藥？識得就好。條家講，連陰房做些一身忙，冇輔導幾樣事，
伊拢天数安达后世嘅恩情。虽然咧要还有1年人长倒去，但係佢決定提早讓結約，一下也包袱嘅說款款叔叔啊，好離開了咧。你幫含老頭家講多謝。頭家，我還真係注意講完呢。太小子，係唔那種人係啦，見少上到馬街都唔記，唔俾到嘢啊！中醫像有真係老家嘅，無問愛批唔批，你喺講完講挨。我咧，兄弟，拿出去，我頭家，出去。医生有言，也係清國嘅家事，我做嚟買2個事嘅。不過，我想拿啲錢去買了12歲生日嘅，你哋我做嘛我也唔做嘛。頭家，我生日就會記得我恩情。你唔是記得我嘅恩情，你要記得爺妹嘅恩情。你還記得爺妹係用嘅死嘅嘛？平時唔錯，爺妹係會偏窮百死嘅。我叫我當清楚，嗰兩時突然間房嘅聲音同我講爺妹一直都揸冇偏冇痛，多是以前都係啲田地度做事，以前人事前本讀書，咩唔盼啲法醫先前嚟買藥嘅本子解釋，你啊真係當冇見，故說我真係開呢一條線。棉花，我雖然當金片人嘅，不過我冇金片到，我硬可以兇人嘅一樣嘢，生生不偏窮百姓。我相信你真心中意阿萬嚟嘅，故所你天初唔判斷。阿萬係同爺妹共樣過嗰種辛苦嘅日，事情忙鬧太以前，嚴是讓人走，就尊重冇發生過呢件事情共樣。你還記得爺妹係用嘅死嘅，爺妹係會偏窮百死嘅。哦，阿妹用水，哦，阿妹用水呢？阿妹，冇用嘅啦，等下哦，阿妹拿嘅靈藥，妹下就會好嘅。阿妹，有藥來。做乜解啊？你阿妹講嘅啊，阿妹講你防範你唔用嘅，對身體等我啊！啊，阿妹，你明明係藥房，那你咪係用嘅啦。我雖然當金片人嘅，不過我冇金片到，我硬可以兇人嘅一樣嘢，生生不偏窮百姓。我相信你真心中意阿萬嚟嘅，故所你天初唔判斷。阿萬係同爺妹共樣過嗰種辛苦嘅日。
林峰，还是去。老师啊，你去做事。哦，好。抬头去，抬头去。林峰姐诶，你早上好落哦，就无看到去啦。因个迄听人讲，就少摕的啦。唔错啊，今日有咩忙到去哈？哦，条家有讲啊，林峰做事哦，当啥忙啊，想要送去啦。古说本期提早结约啦，本期提早结约啦。太小姐啊，左边通超管甲马林峰讲，佮讲，哦，狗毛子啊，弄出来就是弄出来呗，真是发动跟驸马牙黑嘛。那就糖都吃到懂乖啊，超管甲用爱马吉咯。这个里面，你忘掉噶？你係咪咯？哦，你忘掉噶？玉良葉係親人。哎呦，你又喺度叫爛人，你肯定唔會。有乜個事情對他怎講？來當當啲啊對你事。係咪唔問林峰姐啊？你要做點有啊？哪有做唔得樣嘢？家企要去出現眼天天的，做乜機會做嘅啊？佢冇強要，因為冇強呀，我中意佢。你中意佢，佢已經做嘅啦，因為佢唔會再來啦。你愛佢，愛佢咪冇好啊？你係你真啊，就唔得。阿媽，你從細用好嘅、伺候嘅、帶好嘅，認真生過苦，今啲貧窮了，但是佢哋已經啦。身體兩錯，你還想點來為呢？唔好跳表態啦！我係眼鳳太，我眼未叫愛妹，咩話佢冇食過苦嘅太小氣。林峰，我喺講咩？開門！林峰，你點解今晚唔開門啊？林峰，我爸都係同個媽嘅，你做乜嘅唔開門啊？我冇可以上你腳嘅啦！林峰，唔係證明唔受原因看片送來。再唔開門，我接上條啊！阿萬，
门的用来，用送的让我打开，连一扇门就打唔开，我用会停来啊！冇个意思哦。我本来想请佢3万就做得屁嘅爽，我唔错嘅，我做得是苦，冇穷样，也苦，是唔落。冇个人都是苦啊，开水泡菜，10天休煮案的就人都是苦啊。唔要做，也要做得做啦。要不然并唔会养不哩。冇呀你啦，也是我爽到。你已经伤我的心诶，人讲我的事做乜个啊？水不来奶咩，你下春班同天，等下日嘛去开转来。你看啊，树草爽的，用买来保顿就好，就唔会痛的。你看还唔会饿啊？吼。对了，让采药嘅。
去做太师爷嘅嘢，我做得按佢本嚟把下做咯。我冇黑照，我免驚頭家，我驚夾妹嘅。唔曉飛咯，扶唔出嚟哦。夾妹，我聽定一聲音。條家，好，條家，係啊，你講啊，其實做今日睇小事竟然賺到誒，真嘅。不過既然大吉5年望強下賺人呢？然呢呢？你談空。放開！條家，搶生前嘅老公辦，有什麼廣播事？一次。求生前嘅老公辦。王勝志，來到天王爺。爸
声来呀。来，阿伯困，慢慢来，莫出力，食菜哟，让我上海按盐冲到。阿伯龙哥，亚班咁样出名哦，同小路人喺度指講頭家嘅睇小子啊，本貴社會有咁人出名哦。講翻。嚇？講翻。係就係莫食按到講話自家估唔嚟就講話唔算有理，就睇頭家嘅乜嘢，要按樣我都樣嘅，係冇？唔知家佢有件，冇想阿爸按老嘅。名按買咯，你乾脆就要嚟用嘅，冇乜個好藥嘅，仲有便宜嘅藥嘅，同網魚，唔知家順啲估好來，送魚好來，好嘅啲啊，你愛去奶，唔准唔去。阿爸，做唔得，我去佔講翻啦。冇，做唔得啦，唔是有理啦，唔准上估好來啦。好嘞啦，莫叫你啦，哈！韓翠姑，你真是很冇笑。我呀，小姐，來啦，飲香啦，哈！飲香啦，好冇？我真啊，做得老你出，有個人是做唔得老你面嘛。順弟，我係安排嘅日程好嘛？早就安排好嘅。那我談好，你係記得，是用電話嘅，電話唔通就拿錢收買佢。迄個5年房一出生啊唔生人。你就同數嘅路命。有人睇咧，我去暖暖呢。佢就夾去啊！哦。吳連芳，你哋乜嘢啊？哎呀，你做咩事情啊？哎呦，要給我！哎呦！你上去做乜嘅啊？送在呢度喎。唔是強，無礙嘅命令冇用讓送下去。你哋乜嘢？做乜人係偷到了？迄講頭家喺我哋傾，喺下附先的本太小子，講喺邊度前陣接盤機。新的時候見咩出本，而喺天道行跌下來個好空呢？大家都會出嚟穿嘅，也唔是在假，新的下轉移假音啊！小姐，你點嘅呢？我夢到一條船喺啲海河，我咪坐啲船條，都向定崖。不過人用很幾種唔長崖，猜我有上人坐啲船面，竟然條人勾轉來，竟然係阿連鳳咧！有冇報案不結嘅麼？人講。夢老現實喺多邊呢，故說不記最後嘅意思，錯冇？我唔知呢。
听做安样啦。我同阿林峰还有生意去过，佢听做要平平安安嘅。黑小姐，是你啦，全係我開嘅啦。連夢又來嘅你，我哋嘅考驗，看到你落凌風強下，係我嘅條嘅啦。原來係我，企起來啦。就算唔講，有咩要同阿爸講嘅？佢從細嘛，佢都要定啊。你係佢辦得欠啊，等於唔欠嘅。佢聽說會成全我同阿林峰嘅。唔過，條家已經派人去請馬凌風，可以救命呢。唔啷個？我爸真唔會做呢種事情。係啊，自家聽到呀，你要看到誒，從本人每人都能懂的，阿凌風早就不能大事誒。阿兄，係人家走，唔過我娘娘們就出唔去，娘家散咯。係阿凌風屍體咧，全都係我害嘅啦。做乜嘅？有數！上班真辛苦吼！哼，吳連峰，唔係咪想我用苦肉嘅，把農地到太少子屍體，記住個同情啊！啊！黑小姐，真的按阿娘做。我哋下場上到一辦法啦，唔得下連同掉嘅哦，前度連峰係夾照。是阿漢嚟啦，阿漢係聽說有連峰聽書嘅，例如前多幾，我喺佢屋做體驗，又可以潛幾，我本來潛多幾嘅。我知咧。天數，莫過來哦，再過來，我是不能看哦。太小姐，莫安尼啊！莫過來哦，我真的，我是不能看的哦。你係咪試試？我做唔得份講法，因為我係呢種人，我係講是寫了封信嘅，我了一生人，去對面講法，我嘛對面我自家，我做唔得寫，唔使咁講死。我講死，不過我講嘢不講話，然後我事實，我嘛做唔得對唔起講話，我做唔得表態佢對我嘅心，我做唔得，唔是太好。呀，後生嘅一旦唔啱。好，我藝場買錯鞋嘅路係喂來傾我啊，做唔得，做唔得。做唔得，係這個咩出來嘅？唔似只人係送阿姨啊！唔似只人係送阿姨啊！唔咁樣唔得錢。講條架愛嘅係太少子對嘅事情，我老講實在話，所以我做得很留太少子寫一封信呢。
记住本来5片嘅价钱。新的下客，大家爽快。下个唔下，你就准备让人都还有实力对人跳落去。老板，我下也唔下。咦，呢度都还要捉过来。真的，唔係，好，挨下。哈哈哈哈，上可以哦，來表佢來。啊！哼，真给他點呢！來，來，塞馬來！來！事情解决了。啊？吴连芳死了，俺没有交代讲，做一件下线的就被装公公呗。迄个大法人讲，这吴连芳硬偏偏的唔离死，只个都渴望白话语的，也好啊。上司麻烦，强强力力，系嘛？哎呀，我本是一条生路行，佢偏偏往死路去。哎，死落嚟，佢點樣處理？佮你讲，这条行水又急又大，又暗索索啊，拍大招啊，潛唔到噶啦。你話咁無年咯，一個狗毛嘛，今日後太小姐安樣現，還那個買蘭呐。條家，做事嘛，手指兩樣啦。對下困嚟啊，家好要鬧你一下，派缺嚟啊。條家，我想哦，我去割條肉嘅轉落好嚟啊。喺講佢唔肯練哦，我就用乾嘅，就2年冇事嚟啊。做唔得安尼油菜雞，老身體咪壞嚟咩？條家。條家。哦，好啊，主席，唔再以無限。哦。條家，我看張小安樣，做掉嗱事情講出來，本太小姐死心，唔看樣辦。哎，順德啦。哎。唔想有可能吳連芳無事無？條家，你按做好放心未呢？但是農菜啊，就當菜命嘅，我就唔信叫按好命。哎。多奇怪哦！哎，無團數又無團腳。木主又好好，讓我嫁唔出去咯。阿都做無敢做廚工的啦。係啲咯，做廚工的較雜啊，讀書的吼，超夾叫人講，嘛啥好呢？做工較好啦，一樣啦，黑咯。你害死你啦你，搶命啊你！我分人家要玩哈。
让人啊，哈，家家空气了。我们香港的头家看到几株坏材料。阿大嫂，这条啥啥好用哦？两个钱19的啦，19，那么多加一两啥呢？哎呦，不是按道理啦，家家空气了，等下东亚那个阿番白的呀，来张黑嘛，家家。按有输啦，弄唔搞出干大。阿令峰哦，一听喊他有输啦。有冇呀？冇叫的啦，阮叫他心都烦的呢。你先转去啦。我娘咁做，我唔知我娘把落体小姐讲啊。就老实讲咩，这个人看蛮多啊。就讲阿令峰。令峰。哎呦！我想讲的就係叫實在過分，我嘅講我切咗是嘢咁做出，難聽冇好。令峰啊，你看幽灵哦，一天我就请来啦。翻吧。轻松已经。